秘密，作者陈洁民。自细汉到大汉，到即仔走入中年，这40外年来，我熟识袂少朋友。毋过有的人即仔已经无算是我的朋友啊。因较早捌做过我的朋友，有的人甚至会使讲是我的知己，有几年的交情，嘛真有话通讲。为虾米到落尾，因会变成毋是我的朋友呢？做朋友的这段期间，认真讲起来，嘛无发生过虾米代志，也是产生虾米误会。因着安尼点点仔、豆豆仔，为我的生活中消失了，消失甲无影无迹，莫名其妙，完全失去联络。茫茫的人海，月头已经无因的眼神看过。当然，可能有人会讲，这号做缘分。缘分是啥物？缘是空间，分是时间。本来有空间，阁有时间做朋友的人，是安怎会变做无空间、无时间的人呢？真正是为有缘，行到变成无缘。有一个朋友，伊讲，缘是天意，分是人为。缘有天意，嘛是业力所感召而来的。分是自我超越的人为部分。这拢需要魄力的观念甲智慧，来自我引带，才袂枉费咱这世人。伊讲了真好，我真同意。我伫这阁补充一个看法，我认为缘爱前世定，分爱今生缘。若无前世定的缘，因今生就无缘的分果啊。为难的是，业力难转，加在只要咱用功修行，伫果报也未成熟进前，也是有转变的机会。只惊咱毋肯下定决心用功，人的心未死，就会甘愿再三轮回。朋友的交情消失，失去联络。若是用因缘也是缘分来解说，是真有道理。毋过，若是要认真找出原因，嘛是可以。我除了检讨甲反省家己做人的态度以外，阁发现一件真趣味的代志。我遮的消失的朋友，因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因拢向我讲过因生命中一个不堪回首、袂当向别人讲起的秘密。对啦，应该就是这个秘密。这个秘密是因伫一时的情绪，
也是感性的气氛之下，忍袂牢，就将因生命中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，直接向我讲出来。讲出来了后，因就要求我爱替因保守秘密，我嘛差不多拢会答应。只是心内感觉因实在有够奇怪，既然是秘密，为什么遐尼想要讲互我知？了后，我为着遵守约束，一直真忠实来保守因向我讲出来的迄个秘密。想袂到奇怪的代志竟然来发生啊！自从我知影因的秘密了后，和因的交情竟然开始起风影，豆豆产生变化，对较早的知己、好朋友变成普通朋友，愈来愈客气。本来三不五时，定定约出来食饭、啉咖啡，变成只剩通电话，过来剩通电子批，过来失去联络。总讲一句，我变成一个因准讲伫街仔路拄着，嘛无想要主动甲我拍招呼的青云人。